咱这因为吼，按照看这因为怎办了吼，有够水，有够水吼。咱暂时时来，准备来为做前期工作。今仔日咱下当天用政府甲顾问税，有咱59分最重要的新闻哦，因南大政治是咱听咱的真英雄哦，这回还受到咱调水团议员哦，无少支持，有这回这机会，是这对这么大的声音哦，来对大家来表演。现在咱来按照大政发展，即嘛现在咱要来为做演奏一段咱传统福罗语乐，这段叫汉姓文化，汉姓文化，咱时时来为做准备了，咱发展传统福罗语乐，汉姓文化。